所以来看，这个台湾全台湾都一个里上青上红，地点就是伫台南的开山里。昨中昼，大部分的手机用户拢收到广播的警报系统，顶面写讲，你所在区的开山里有本土性的天狗这个疫情，和外地人拢真好奇讲，安那会变成台南开山里的人，原来是广播系统出问题。这行政院长苏贞昌有特别的回释咧，是讲这个开山里嘛，因为安尼伫 Google 网络搜寻变成第一名，红遍全台湾。听到警报声，赶紧看手机啊！开山里有本土天狗这疫情，最后也阁署名台南市政府一管事关心你。什么时阵家己变成开山里的人啊？网络上开始伫讨论，发现全台民众拢有收到这个警报，有点震惊，想说怎么会收到这个，而且开山里在哪？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出面说明，是疾管署传到简讯向国人道歉。主管部会严格的来检查，不要再发生，也向国人表示歉意。不过，这次的警报事件嘛，予台南的开山里出名，这关键字超过20万人登上第一名，也阁有网友哭诉，将这图片咧，像这地图点明，过台湾原来拢是开山里。新闻前的影片嘛改做是开山里共和国，也有高雄市长韩国瑜嘛被提出来，伫这红仔道内面，也有台湾发大财，即卖改做开山里发大财。网友的创意无极限，开山里红遍全台，嘛有当地里民感觉意外。北部有一些朋友也都打电话关心说，开山里怎么一夕间变得这么红？开山里伫台南市中西区附近，就是延平郡王祠，延平郡王地成功，佮有开山王的称号，所以叫做开山里。其实卫生单位拢会就下区需要注意天狗这地区发送警报信息，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措施。目前台南中西区天狗这病例有3例，内面的开山里就是天狗的重点的防疫地区。这次防疫信息意外发送全台，嘛有这个所在瞬间加做全台上红的里。